有方會嘅調查指，接近60%東北區嘅居民唔清楚未來設喺東北區嘅輕軌站點嘅位置，而有接近90%嘅居民就唔願意參與當局有關推廣嘅說明會。多個東北區方會共同喺8月開始，以街頭同埋電話訪問形式，成功訪問咗1500名住喺黑沙環同埋關閘等地居民，調查佢哋對輕軌認知程度。當中有65%人認為輕軌係一種較先進嘅運輸系統，而且有過半數受訪者會喺輕軌通車之後考慮使用系統。而接近40%受訪者都希望輕軌採用月票制收費，而且可以24小時運作。亦有46%人擔心輕軌站點會引致附近樓價上升，同埋輕軌建造期間嘅噪音問題。方會就認為區內居民普遍關注輕軌系統，但認知度仍然不足，認為當局要諗辦法提升宣傳推介活動效果。同運建辦商量可唔可以多啲影像嘅，即係講解會嘅形式，可能除咗照本宣讀之外，多啲互動嘅，講下其他地區嘅一啲案例，俾佢有個立體啲、具體啲嘅一個概念咯。大部分受訪者都希望未來輕軌票價同而家巴士票價相若。方會就建議當局以大眾化價錢吸引市民使用輕軌，而輕軌系統作為未來10年本澳交通運輸重要組成部分，當局喺監督工程質量方面責無旁貸，而且要繼續完善整個公交系統，鼓勵更多市民綠色出行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陳建明報道。